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而家嚟到東港城嘅7座嘅 F 單位，實用面積係483尺嘅兩房，依家我哋食下先。門口嘅右邊係廚房，做咗 U 型嘅工作台面，有充裕嘅儲物空間。業主將全屋做咗一個大翻新，採用淺色嘅木紋地磚，增加全屋嘅採光度。客廳嘅坐向西北，遠處仲可以望到山景。而家嚟睡房睇下，呢間主人房呈長方形嘅間隔，大約有73尺嘅面積；而呢一間睡房大約有59尺嘅面積，4方企理。業主將浴室改成淋浴間嘅設計，裝埋浴室寶，實用性高。記住嗱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